托车、机车、摩托车，就摩托车。我们知道 ，Go Girl， 就这个 Go Girl， 或者是 Iron 算共享，对 ，Iron， 对，就这两个。便利吃处，可能因为我们会跑的地方就这些，所以其实还就是都在它的服务范围，所以我觉得还算蛮方便的。就是你想租的时候，随时都可以租啊。然后我不知道现在台南人，我不知道有没有甲地租地环这个东西，还没有，那就是对啊，随时都可以租啊。对，然后外县市的人也可以用，对，就有点像 T-Bike 那样，但是大家就是用 App 上会比较快，然后速度也比较快。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来台南旅游，你会选择什么交通工具呢？机车就是许多人的第一选择。不过你知道现在最夯的是共享电动机车吗？除了原有的 iRent、GoShare， 现在也加入台南，民众在市区只要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借、轻松还，非常方便哦。现在让我们来听听交通局长怎么说吧。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局长王明德。跟各位市民朋友报告，我们台南市的共享运具又增加了一个生力军，那就是 GoShare 的团队呢，已经在7月1号正式在台南上路。那 GoShare 的车辆呢，初期会投入200台，那包含是 GoShare GoGo 的车辆，以及特别使用了我们在地电动车企业洪嘉腾公司的这个 AI One。那我想这个是全台湾只有台南可以骑得到这个 AI One 的 GoShare。那欢迎市民朋友多多来体验。那共享运具的发展一直是台南市交通局或者是台南市政府这个致力目标之一，因为使用共享运具，我们可以让台南的市民以及来台南市的观光客都可以随时随地可以这个随租随还，所以除了鼓励市民朋友多多使用公共运输或者是这个骑什么的 T-Bike 之外，也大家来多多使用我们的共享运具。那目前有 iRent 跟 GoShare 这两大系统，都可以让市民朋友跟观光客自由来选择。那这个共同为我们推动更环保、更经济的地摊城市。如果要使用这个 iRent 或是 GoShare 的共享运具呢，只要在手机下载这两大这个产品的这个 App。在 App 上经过注册就可以这个知道哪里有车，然后到了车旁边就可以打开 App， 就可以启动这辆车辆，其实非常的方便，使用的门槛也非常低，所以欢迎这个市民朋友多多下载 App， 然后来使用这两大这个共享运具。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17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前警察局长周耀伟13号向雄比宣布调离职务以后，上午警政署就马上进行新旧任局长交接典礼，并且由警政署副署长甲市长亲身主持。不过，在新任局长就职以后，议会国民党团就发表声明。因为不满中央玩弄治安，所以扬言无要互新任局长到议会备询。新任警察局长郑永茂的部队交接典礼由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在警政署副署长蔡参博的监告之下，会场这位民代代表、调查处、警察指挥会甲巡守大队等单位拢到场观礼见证，场面简单隆重。各位大家不枉费公堂，不滥用人员，不营私舞弊，不收贿赂，如有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分。会中市长勉励警政工作无党派，就是执行上级所交代的任务，所以期待新任局长改善治安交通高绩效，和市民有感。对于未来治安局长率领我们台南市警察局各位同仁，来继续为市民服务，来在治安以及所有警察服务的事项，我们希望说能够延续过去所奠定的基础。市政工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警政工作同样是这样子。台南在市政府及各
我们警察局的所有同仁的努力下，其实治安是非常平稳的。但是最近3年，的确从数据上也可以看出来，枪击案件的确是发生频率比较高因为每年大概都有20来件，那这样相较各县市来讲，的确是偏高的。那这样对于我们民众的安全疑虑还有民众的恐慌都会造成影响。所以我来之后的治安首要任务，当然就是对于帮派、对于这个毒品以及赌博这3样跟枪击案件有密不可分关系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来全力扫荡的这个重要工作。面对前警察局长朱友伟被调任警政署一届警政委员，而本人上午并无到场参加交接典礼。对此，副署长表示，在警界服务，但是一切随缘，顺其自然。在警察工作的话，真的要一切随缘顺其自然，这样会就平安快乐了。面对新任局长就任，议会多数议员因为拄好伫澎湖参访，并无出席。对此，国民党团苏阿妈发表声明，认为执政团队玩弄治安，绝对袂互新局长去议会质询。对此，议员林依莹则有无同看法。其实我觉得基层人民的期待很简单，就是把治安工作做好，把防疫工作做好。那至于说其他的人事异动，其实我觉得对基层人民来说的感受就是，我们很直接的就是治安上还有犯罪率的下降等等，包含交通违规的取缔这一些。那其他的其实我觉得是属于政治层面上的事情，对基层民生如果没有太大的关联的话，还是就是请不管是警察界的任何一位人员，就是把基本的工作做到最好，治安工作做到最好。在庄严隆重的交接典礼上，局长的家属嘛拢专工对北部来观礼，甲局长加油打气，成为另外一面温馨的焦点。等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7月15號三比券正式推出以後，國發會作為公民性的三比券，嘛發定信用卡。17號下晡來到台南，要進行2天1暝豐富之旅。第一站一直攏為佇規鄰的觀光工廠參觀，希望會當好好體驗台南。電競三倍券在10號登場以後，民眾開始擬定消費的策略，其中國發會注意公民性嘛無例外。下晡伫市長吳偉條等市府以及主管陪同前來台南，要展開2天1暝消費刺激來蘇。第一站來到製造行李箱的觀光工廠參觀。朱偉表示，伊是慣用數位消費，所以用信用卡綁定3倍券，要來好好體驗台南。昨天跟前天2天，事實上已經有500多萬人領到了3倍券。那我想500多萬人應該大家都很急着去消費。那我也是在昨天領到。那我自己當然是用數位的方法，因為我習慣用信用卡。那很方便的，只要在網絡上，一下子，大概我以為會非常複雜，但是不到1分鐘就綁定登錄完成。那我也幫我小朋友，去領那個紙本，那也非常快速哈，在各地的郵局，事實上也不用什麼排隊就領到了，所以這個速度事實上，跟相對於其他國家，領任何東西都快速的非常多，那也達到我們當初在振興3倍券裡面所講的好領的方法等等一些情況。那領到了以後，接下去就是好用好刺激。那好用好刺激，我想各位都看到了，這個尤其是台南市它有針對了很多的加碼的措施，尤其又有剛才市長是說這個抽房子啊，這個不是真正的重點，重點是要促進整個台灣的這個經濟跟活動跟消費。會中除了觀光工廠業者精送好禮，市長嘛以紀念性一卡通甲在地農特產要來銷送，希望透過主業消費帶動觀光商機。有別於這個衛福部陳部長來台南這個觀光之旅，公主也來台南，除了看看台南的這個風土人情之外，最重要的也是了解台南未來振興經濟的一個發展的城市發展的大方向。更何況我們之前的通過5G
的应用场域的基地，以及看看我们明星产业哈，包括我们万国通路，还有包括好几个景点，事实上都是跟未来城市发展有关系的，也跟未来国家政策走向，包括绿能科技城，还有包括这个南科，这些都是跟未来城市发展有关系的。好，那所以说公主委来的部分是另外一个部分。根据国发会预计，到年底将有超过8成民众会使用3倍券。当然，伫民间企业甲商界不断加码，渴望扩大国内消费规模。电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由台南议会观察联盟结合民间团体、公民智库、社区大学、甲生态学大会以及网络志工共同并监，议会第3届定期会议员并监结果上午出炉。伫这届第3会期，总共选出13位优质的议员，有待观察的议员有19位，其中13位优质的议员内面有9位是第1任做议员。显示初任议员的问政品质比资深的议员较正向而且积极。由民间团体所做的台南市议会第3次定期会议员并监的结果上午出炉，包括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的执行长张宏林、台南公民智库执行长黄建龙，甲台南议会观察联盟的成员、社区大学、生态学生代表会、甲公民代表等拢出席。台南议会观察联盟表示，这届的评鉴办法主要分量化甲质化。量化的部分包括出席率甲质询的次数，这个部分分在地加专业的指标。那量化的部分包含他们的实际出席率。那我们也有志工朋友在，就是每天在观看说他们每个议员的平均质询次数啊，然后或者是他的质询状况。那我们有时候也会针对他们质询的内容来进行一些评论，这样子。这是量化的部分。那么质化的部分，我们是由成大学生议会以及台南社大跟台南智库的伙伴来进行质化的部分。那质化部分主要有分成2个部分，一个是在地指标，另外一个是专业指标。那么专业指标包含它的问政态度啊、问政的品质，甚至问政的内容的专业度等等。那么在地化就包含我们对台南的历史、文化以及社福，还有环境卫生等等。那尤其是最近这次的疫情，那使得卫环方面的议题呢，是在议会中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台南在地的公民团体愿意站在第一线，对于议会的正常化的部分来做努力哦。我相信这个资料出来，一定有人骂说啊公平啊不公平啊，或者你凭什么？你代表谁？台南民众有没有授权给你哦？我们再一次说，这都是非常反民主的哦。任何纳税者都有权利来监督，拿我们所有纳税人的钱所支付的这些公职人员，当然都必须要让我们看清楚他有没有做什么表现哦。纳税金互你去做这个民意代表这个工会，第一站工会你就是爱来开会啊，你连开会拢无要来，可能有议员讲无我地方服务做了真好，我拢有咧走地方就对。结果你的出席率几乎是零，或者是你去上电视节目、开电视节目做 YouTuber， 然后你甲我讲这个，伊嘛拢足认真，大家嘛拢有熟悉伊，但是实际上人民纳税金互你是要叫你去议会开会，毋是要叫你 YouTube 开频道。所以，你是毋是应该爱先做好你议员本身的工作，了你有行有余力，你再去进行这些东西。这届的评鉴结果，总共选出13位的优质议员，民进党籍有8位，国民党2位，无党籍2位，时代力量1位，台观察的有19位。其中，民进党、国民党甲无党籍各占1/3。港督门甲台南公民智库的执行长表示，真欢喜看到台南有这种的评鉴。虽然是第一届的评鉴结果报告，不管是好是歹，拢会用来提供民意代表为鉴。如果台观察的民意代表任来拢无改善，未来也无排除发动落选的运动。而整个评鉴的报告，未来嘛会用来成为选前的民间的公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遐困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
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世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现主时天气真正是有够热，尤其骑机车若拄着红灯，更加互人热甲挡袂牢。所以有真侪民众为了闪日头，无停伫个机车停单区，而是避伫个树荫。除了容易被后面的车辆追撞，嘛会被开单。所以议员蔡小薇就特别要求市政府爱伫个大型的路口建设机车掠日头设施。日头赤影17号，虽然日头早落大雨，毋过日头出来依然是36度的高温。对着机车族来讲，一个青灯，大家拢加速向前，送拢无想要留伫停单区等红灯拍日头，而且有机会就被树荫顶下卡。毋过，即款的小动作嘛产生侪安全顾虑。对此，议员蔡小薇特别到林森路一段会勘，要求市府、交通、公务看局处来评估设立遮日头的设施，考虑试办。因为台南市有将近130万的机车族，包含我自己也是骑机车的。那我们常常都会在这个炎热的天气停红灯的时候，为了要躲避太阳，我们可能就会骑到骑楼底下，甚至是突然右转，因为发现哪边有阴影，我们就是马上停靠过去，那很容易造成后车的追撞，甚至是被现在最流行的检举达人来这个开红单啊，提出检举。那我认为我们市政府单位应该来思考说，怎么样给机车族一个可以比较舒适的停车环境，尤其是现在天气炎热，那个太阳直射下来是非常对皮肤来讲也是非常伤害的。那希望说像今天这样子，跨局处的邀集交通局、公务局以及交通大队来现场实勘，看有没有空间，我们针对机车专用道的部分来设置可以这个防晒或者是遮太阳的一个设置物。根据了解，目前全台嘛只有高雄有设立一位，反应也袂歹，只是受限交通条件甲维护管理也无第2位。对此市民的反应有赞成嘛反对？我觉得就是有遮阳的这个部分应该是很好，这个提议应该很不错。因为像我们大热天，如果就是在这边等待的时候，就是如果有遮阳的话，可能对我们机车族应该会很好。最好不要啦，因为夏天的时间也是只有半年了。夏天时间有半年，你如果太多的遮蔽物在台风天，这第一个问题啊，台湾的空间已经很小了啊，你又更多的比如说学校的围墙也一直拆嘛，对，啊，围墙拆就觉得一个市区的环境就比较开阔啊，所以我不太建议说不用再遮阳，那个毕竟到最后也是废物啊。议员表示，当然上好遮日头方式就是天然的树荫，所以如何伫适当的安全岛加设实在，不止晒日头，嘛是绿化，值得市府思考。电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南区大温社区发展协会连续13档举办免费的儿童夏令营，而且佮针对经济弱势的囡仔提供暑假授课，除了辅导囡仔完成暑假作业。佮甲教育基金会以及台南大学合作进行阅读、英文课程甲桌游的学习。由南区大温社区发展协会结合侪个民间社团，共同举办的儿童免费夏令营的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13档。今年以展翅飞翔为主题，结合地方特有的战斗机起降的地景，甲大温的特色公园。吸引未少的小朋友甚至跨区来参加。
我想透过夏令营，让我们小朋友能够学习在学校没有学习到的，然后我们在暑期里面，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包括静态的、动态的都有。英文里面课程也是我们加重的一个地方。那这一次更比较特色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大安里有个主题公园，就是飞机主题公园。我们希望小朋友的未来能够展翅飞翔，所以在这一次的就是主题里面，我们也能够让他参与在机场这个我们主题公园里面的活动。伫台南大学爱心社学生的带领，透过闯关游戏，训练小朋友自主性加团队的合作，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伫个3天的活动，每一位小朋友拢真欢喜。下午举行结业式，包括市府教育局的官员、民意代表拢到场出席。接续后礼拜开始，还佫有暑假的课业辅导，透过财团法人、中山管理教育基金会合作，一方面辅导小朋友来完成暑假的作业，另外嘛透过阅读、学习国语文加英语的课程，希望透过桌游的学习，互学习会用的更加趣味，并且踏进生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一位50岁林小姐去年到诊所做检查，发现药剂有结石，后来转诊到台南市立病院的泌尿科，检查出是将近5公分的乳胶型的结石。病院帮伊做无空喙的新型手术甲镭射，不止恢复了真好，而且只要2天就会当出院。药剂结石的状况，伫台湾人来讲是常常发生的。大部分拢是2公分以下的结石，并无需要过度的烦恼。但如果是5公分左右的乳胶型结石，就需要依照手术的方式来处理。一般来讲，拢是使用真皮肾脏造瘘取石的手术。但因为开刀的空喙会经过药剂，手术后的风险相对较大。但现在市立病院使用了软式输尿管镜的碎石手术，运用了抛弃式的输尿管。减少机器维修的机会，互患者毋免烦恼无机器会使使用的状况，加上新型的高功率镭射，也互手术的时间大大的减少，同时嘛，互复原的时间减少到2天到3天。过去比较大的肾脏结石，我们必须要用肾脏造瘘这个来取石。那它最大坏处还是必须在病人身上还有肾脏上做个造口。好，那这个打洞事实上它的出血率，还有这个术后并发症感染率都会相对的比较高。那目前这个软式输尿管镜，它是从尿道口进去，所以以上这些缺点都会相对来讲会比较好。单次使用软式输尿管镜后，它是单次使用，所以在这个器械的维修方面不需要做长期的维护，所以病人比较不会说有扑空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比较高功率的镭射，它的粉碎效果事实上是非常的好，所以过去大概7到8小时的手术，目前大概只要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医师也提醒民众，如果要减少结石发生的机会，上重要就是要加啉水。如果是有过结石的民众，就需要多加的注意，爱养成定期来回诊的习惯。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多云有时乌阴的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的几率有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7月17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